继续来看，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伫10日时阵表示，伊会向罗西亚库斯克州拍入去，是为着要伫遐建立缓冲区。这是伊头一届针对车辆攻击的行动，明确讲出伊的目的。另外，根据美国华盛顿邮报17日时阵报道，乌克兰这个行动致使罗西亚乌克兰对战争等等的谈判，可能是真恶阁继续。不过，罗西亚这边是驳回这个报道的真实性，嘛讲目前是无任何相关的谈判正在进行。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则被第一遍清楚说明，虽然跨境攻击俄罗斯库斯克州的目的。Основне завдання наших оборонних дій загалом знищити якомога більше російського потенціалу війни і проводити максимум контрударної роботи. 基辅伫咧虽然对俄罗斯库斯克州跨境攻击，是俄双方相对以来对俄罗斯境内上大规模的行动。10日，乌克兰宣布摧毁附近的城镇格鲁西科沃另外一座桥。在此进前，泽伦斯基对相关行动的讲法是加固当地阵地。俄罗斯10日针对华盛顿邮报17报道，乌克兰相关行动造成俄乌双方就停止攻击对方基础设施等间接谈判无法度可再继续是可能。讲唔捌针对民用关键基础设施加支付谈过。华盛顿邮报报道，两个国家将会伫这个月派代表团到卡达，就停止攻击对方能源加电力等基础设施进行谈判，定位是部分停火。不过因为乌克兰跨境攻击俄罗斯，造成谈判停来。公司新闻吴伟玲编写。